樂隊成立於2005年9月。喺演藝年代，朱安同同學白子經常喺學校嘅後樓梯彈吉他唱歌，兩人越唱越有火，認為係時候組樂隊開 show， 於是拉埋好友楊偉倫同埋彈琴嘅朱謙，加埋修讀 musical 嘅 Chris， 組成樂隊朱玲玲。有冇聽過西洋菜街 busking 啊？朱玲玲風格別樹一幟，會喺西洋菜街邊行邊唱，有人就話佢哋係第一代 busking 歌手，仲搞埋影片創作。有人形容佢哋為香港元祖級 YouTuber。憑自我硬漢子，拼出一身志。阿 Sir， 當年 YouTube 啱啱起飛，佢哋已經拍緊 MV 短片怪雞演出，荒誕之中又冇失戲劇底蘊，風格令觀眾眼前一亮。若果你睇過朱柏康喺2012年誅心決戰牛佬嘅表演，免我們的債，如同我們免了他人的債，就知道佢早已經演過念聖經金句、精神異常嘅角色。我係來自美國三藩市福清幫第2把交椅龍心438。我係嚟自美國三藩市福清幫第2把交椅蹬腳。2007年，朱玲玲奪得叱咤樂壇新力軍組合銀獎。我哋全部基本上係二世祖嚟嘅，咁因為我哋係二世祖嘅時候呢，爸爸媽媽支持我哋做呢樣嘢，而我哋都未死得咯。主打曲《我啲骨好痛》打破大家對偶像男團嘅三觀。我啲骨真係好痛。雖然要10幾年後先至有 ERROR 承接呢種騎呢男團嘅風格，但係朱玲玲用懶洋洋唔在乎嘅聲腔，呢種味道唔係人人做到。Baby， 中國有句說話叫做腰者神也。唔講唔知，佢哋嘅首本名曲應該係呢一首啦。當年好多人一星期聽足5晚嘅一首歌。I wanna dance, so sweet, so tell, sit and yell. I want my 172遊花園。佢哋就係樂隊朱玲玲。